继续来看，创世基金会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收到的捐赠的发票大大来减少。敢若是今年的5月，这全国的发票捐赠数都比往年减200多万张。创世基金会恳请民众斗相共，把这个发票用寄的寄到各区的服务点，也则是伫个电子发票来输入到创世基金会捐赠的号码919，请大家伸出援手。 创世基金会斗内的社工积极伫募发票，希望佫会使增加国家地基本的收入。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除了各行各业的生意变歹，即卖连民众捐款的意愿嘛拢差真济。其实，在云林地区，我们平均每个月可以收到3到4万的发票量。那目前呢，也因为5月开始疫情的变化，到截至我们6月底，只收到6000张。 创世基金会斗内院目前服务的实务人有42个，发票的募集嘛是基金会上个基本的收入，欢迎民众加捐发票。 我也知道疫情的部分，其实我们所有的爱心民众，大家都是宅在家。这个部分也呼吁呢，我们的爱心民众大家一起宅在家，也可以做公益。一张发票半嘴饭，救救实务人的口号，这是由创世基金会为民国82年发起的。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和民众捐款加发票的募集拢差真济。基金会希望讲有更较侪人做伙来斗相共。